國際油價經過08年大跌之後，已經由低位反彈超過1倍。油價上升令到好多行業嘅成本增加，但同時亦都帶嚟咗投資機會。由唐永欣講下。我哋日常生活當中經常接觸到嘅水樽同玩具等塑膠製成品，原材料都係石油副產品。換言之，油價升跌會直接影響呢啲產品嘅生產成本。過去1年，國際油價已經由低位攀升超過1倍，對廠家嘅成本影響有幾大呢？喺個油價升嘅時候咧，咁原材料，譬如我哋舉個例子啊，譬如喺玩具入邊比較用得多嘅 ABS 呢個材料咧，都由上年年中由5個幾銀錢到近嚟已經升到去6個幾銀錢，咁個升幅都係20%。咁對於我哋整體嘅成本咧，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壓力。雖然原材料不斷加價，但金融海嘯刺過美國，令到海外市場嘅需求始終未能夠全面復甦。咁廠商方面亦都唔敢貿然加價，唯有靠提升效率嚟到去補救。從客戶個提供嗰個預測都唔係咁明朗，咁變咗我哋見到可以能夠轉嫁空間咧，其實十分之有限。咁可以做嘅其實就喺我哋本身嗰個嘅工序嗰個嘅效率嘅提升啊，人員嗰個嘅質素嗰個嘅提升啊，嗰度去落功夫咯。除咗廠家頭痛，普羅大眾對油價上升一樣感到閉翳，因為揸車或者搭飛機都要俾多啲錢。有人就選擇投資能源市場補數。好多香港人佢哋買能源股嘅話，都係買香港上市嗰幾隻啦嚇。咁啊基金咧就會分散喺譬如歐洲啊、美國啊，甚至澳洲啊、喺巴西啊呢啲地方啊、俄羅斯啊都有好多能源公司啊，佢哋喺上游啦，特別勘探開採嗰度做得非常之好嘅。佢哋同埋對油價嗰個敏感度都好高。油價一上啊，天氣嘅一上咧，佢哋股價咧會出咗好大反應嘅。不過大家如果買能源基金都要提高警覺，因為呢啲基金嘅回報其實非常波動。好似呢隻基金過去5年，其中3年都賺超過7%，但08年金融海嘯就輸咗近乎一半，將賺翻嚟嘅錢一次過輸清。市場人士話，投資者仲要留意嘅係環球經濟前景仍然明朗，今年油價嘅走勢仍然存在不確定性，投資者要留意當中嘅風險。亞洲電視記者唐明欣報道。